那麼若琳娜這一集呢，我們又請到 King Sir 帶佢啲好朋友上嚟喎。每一次的 King Sir 都會給我們帶來很多非常好的嘉賓。而且呢，比如說還是這些，唉，怎麼說呢？這些嘉賓呢，又不是上市公司，但係嗰啲市值咧億幾百億咁計嘅。今天幾百億啊？起碼100-200億吧。最少啦。起碼啦，嗬，多過 King Sir 少少咯。我話爭好遠啦，你全部都前輩嚟嘅，我聽犀利犀利。今天是什麼前輩？呢位又犀利㗎嚇，佢就係全國政協委員啦，亦都係中華總商會嘅副會長。而佢公司就犀利啦，擁有超過200萬平方尺嘅收租物業。200萬平方尺收，這個是在講鋪子啊、工業大廈還是寫字樓啊？什麼都有。什麼都有。乜都有嚇，酒店、工廈、寫字樓、鋪位乜都有。不如我同你補翻句啊，淨係鋪位都200幾個。係啦。犀利，200幾個喎！200包括中環啊、尖沙咀、銅鑼灣，所以叻過你少少啦，真係。爭好遠我哋啲啊，所以我都要慢慢學習。佢仲係北京大學名譽校董喎。係喎，好多㗎，好多即係亦都好多。香港科技園嘅董事局成員喎，哇！科技大學顧問委員喎，哇！真係好多。好多啊！犀利啊！好，快啲講。同埋咧，其實佢間公司咧即係原來我之前都唔知嘅，原來上過市嘅，1972年上過市。1989年咧就私有化咗，佢就係即係好60幾年歷史㗎。快70年了。協成行嘅第3代領軍人協成行嘅第3代嘅領軍人。而家係董事總經理方文雄先生，方文雄先生，David歡迎，方生歡迎你。喂。係你好，係啦。喂，作為我知道啦，即係作為第3代領軍人啦，咁其實。即係歷史好悠久啦，亦都係你自己個公司嘅文化啦。你爸爸啦，方潤華先生啦嚇，你營商嗰個即係理念咧就係以守為攻，即係最緊要守好自己嗰個原本嘅資產先嚇，再去有機會咧就再去。唔好意思，插一句，係咪即係以守為攻？依家差唔多有100幾200億嘅市值啊？呢個我諗隨住市場嘅升降啦，即係差唔多呢個 range 入邊啦，係咪？我諗會接近。應該唔知啊，係。你熟啲。我都係數字遊戲啦，係數字遊戲啦嚇。咁咧就係以守為攻啦。其實即係佢哋啲資產全部都係即係佢哋 full pay 嘅，即係佢哋係零借貸嘅。即係咁，你咪唔中意咯？唔幫襯你喎。唔關事，我哋好多，如果有需要，好多銀行會支持佢哋嘅。OK，但係佢哋中意即係 cash 咁買嘢嘅。即係當然佢哋有個股息啦。咁掉翻轉啦，咁睇翻啦，就係阿方生接手咗後之後啦嚇，即係將公司大革新啊，又搞酒店又搞新品牌Office Plus 又做發展商，咁其實係咪想擺脱舊嗰個公司嘅形象咧？其實我諗因應時代嘅改變咧，就呢個而家中國又富強咗好多啦，好多發展商越做越大啦。咁作為一個中型嘅發展商咧，一定要尋找一個適合自己做嘅角色，同喺邊個市場裏邊能夠生存得好嘅咧，咁就尋找一啲方向啦。咁我諗品牌嘅建立同公司嘅信譽咧，喺個市場佔嘅位置咧係相當之重。咁所以就近年咧就多一啲動作咧，去把公司嘅多年嘅品牌咧就省翻靚佢啦。咁加上個市場嘅改變咧，我哋亦要適者生存啊！咁即係有啲好大型嘅項目未必適合本身公司去做，咁尋找一啲好嘅項目，揾啱一啲啱嘅時間去入市咧，呢個係我哋生存之道啦。明白。咁樣啊，不如插下嘴啊，因為 King Sir 好熟㗎啦，但係我又唔係好熟嘅。咁就因為你頭先講其實分幾範嘅，有做發展商，有做 Office Plus， 一陣解釋咩叫 Office Plus， 又做埋精品酒店。呢3範咧都係最近即係呢幾年開始發展，都係 under 喺方生做。有活化工廈。有活化工廈。我首先想問下個發展商，好似你哋咧喺筲箕灣有個叫做遠程嘅一個精品住宅啊，你可唔可以？嗰個係點樣嘅？你可唔可以介紹下？嗰個遠程咧就係收地翻嚟，
重建嘅。收到幾多年？咁我諗收咗接近20年。20年喎。咁所以咧，如果有人落釘喺呢一個地盤咧，就好慘。就慘啦，等咗慘落20年都未。咗釘，可能等20年先至賣翻出去咧，咁就好慘喎。咁當年家父係好有耐性咧，去收地盤嘅。咁當然而家呢個模式再延續落去咧，係相對有困難嘅嚇。不過原因咧，我諗而家資訊又發達啦，咁同埋而家出邊嘅樓貴咗，咁被收購人士嘅單位收咗一筆錢咧，喺同區買翻一個單位，相對係困難嘅。咁所以佢哋又亦未必係咁樂意去上啦。咁以前啲人單純啲嘅，計自己個盤數，就話我賣咗層樓俾你，我收咗咁多錢，我感覺到滿足。而家咧就會諗多一步，就話我計下發展商嘅利潤先。佢咪好着數，雖然我着數，佢着數多過我咁多。我都係唔好賣俾你知啦，咁樣咁變咗形成咧個情況複雜，咁同埋咧變咗收樓嘅時間漫長嘅，咁個穩定性肯定性咧亦都係耐嘅，咁所以如果你係做發展商收幾個地盤咧，好難控制個時間，幾時可以收完個項目，幾時可以拆樓重建等等嗰樣嘢咧，個時間能夠控制，咁所以咧收樓呢個模式咧就我諗少咗發展商去做。時間長啊，估計唔到個回報。咁但係呢個遠程嘅項目就嗰個市場嘅反應非常之好啦，咁同埋啲買咗樓嗰啲人咧都非常之開心。咁就因為公司好多年都冇出呢個新樓盤啦，咁對於公司嘅商譽同埋嗰個誠信咧好緊要，咁所以係好俾心機落去起好層樓啦，無論喺設計上喺管理上咧都係真係付出全力去把呢個遠程呢個項目做好咯。收到幾多錢啊？呢個收咗大概3億送啦。3億送。係。profit 就好難計嘅，因為啲地價你諗下20年前收嗰啲咧就真係好平啦嚇，咁但係重建嗰時候都要計當年嘅市值啦，去重估咁樣，咁利潤呢一個咧就係叫做獨特啦，因為係好多年先至收翻嚟。咁利潤呢個係超過50%嘅。明白。咁但係你頭先講呢個方法係難㗎嘛？依家做，咁你哋依家如果係作為發展商，你哋會唔會積極投地？即係唔係投大嗰啲地啦？同4大發展商競爭嗰啲啦？即係中小型嘅地，你哋投得多唔多咧？積唔積極咧？又好似比較保守啲喎，好似。我諗而家走緊個方向咧，就譬如市區重建局有項目拎出嚟咧，我哋都會去參與嘅。咁另外咧就我哋都有好多現有嘅收租物業咧，可能已經個設計不合時樓底比較上低間隔未必咁好呢樣嘢咧。可能係時機成熟重建，咁可能有一部分我哋會攞啲就係叫籠底，攞啲舊嘅物業出嚟研究，如果係時間去重建啦，咪把佢重建啦。比如我哋喺黃竹坑嗰個活化項目，就係一個大概30年樓齡嘅工廈嚟㗎啦。咁適逢政府有個活化工廈嘅政策咧。咁我哋咪將呢一座樓攞咗政府呢個活化嘅政策，去將呢個工業大廈咧就去活化嘅嚇。點樣活化？做啲咩嘢？活化咧就本來一個比較空置率高啦，同埋一個比較真係叫做唔適合市場再營運，因為好多工廠都北上去做製造業啦。咁我哋將呢一個咧就改咗佢做寫字樓啦，就利用咗政府嗰個活化工廈嘅計劃，
咁就全面翻新啦，包括外牆啊、內外都全面翻新。咁就呢個有個獨特之處咧，就引入好多創意啦、藝術啦，所以咧就市場對我哋呢個項目非常之正面嘅。我哋與低於市場嘅60%嘅租金啦，就租咗一層大概1萬尺嘅咧，就俾藝術發展局，俾年青人咧就喺嗰度發展一啲創意嘅事業，亦咧同樣一個低於市場60%嘅租金咧，就租俾青年協會咧，就俾佢做一個創業嘅基地。咁亦都係1萬尺，咁仲有東華三院就亦都係幫一啲年青人去諗一啲新方向啊，點樣去教佢哋去拍攝影啊，呢啲咁樣等佢哋有一個好嘅生計啊，咁就喺呢一部分接近我哋大廈嘅10%嘅空間咧，係愛嚟支持社會一啲需要幫手嘅人士啦，咁其他我哋就亦都攞咗一層全層啦，同埋一個大堂咧，接近3萬尺嘅地方咧，就係一個公用嘅地方咧，就好俾一啲年青人啊、創意啊，譬如好似 IT 公司嗰啲咁樣咧，可能做到好夜，需要沖個涼啊，需要喺嗰度做 gym 啊。可能喺嗰度托兒啊，可以喺嗰度打下台波啊，咁呢啲全部我哋都有供應喺呢個大廈裏邊。咁嚟緊，我相信香港嗰啲創業嘅青年係多嘅，佢哋係需要一啲新嘅空間咧，唔係一啲好傳統寫字樓式辦公室嗰種空間去發展，佢哋比較輕鬆啲啦，即係唔會打呔啦，可能做到夜晚3點鐘啦，翻去。即係 IT 嘅人多啲。IT 嘅人啊，嗰啲創意嗰啲咁，我希望營造一個咁嘅環境咧，等大家年青人咧，可能開頭大家唔認識嘅，可能你係做一啲生命科技嘅，呢個就做一啲機械人嘅，可能喺一個場合裏邊咧，喺一個呢個共用嘅空間嘅場合裏邊，大家認識咗大家，可能會傾到一啲嘢。咁呢個就我哋好想營造呢一個咁嘅環境咧，出嚟同一啲好傳統嘅寫字樓、好傳統嘅工廈咧，係有獨特之處。OK。